我得馬上去見太醫令。女医治，此事你能確定？奴婢不敢有半句謊言。太醫令開的安胎藥確實被人動了手腳。經查證，那人不僅在安胎藥的成分和用量上做了文章，還在裡面添加了一味害人之物。是什麼？在被找到的藥渣裡，發現了大量的水蛭。那東西是破血清瘀的良藥，但懷有身孕的女子是萬萬碰不得的。膽大包天！因為那愛姑與奴婢一樣，都是王后陪嫁帶過來的女醫，奴婢以為是可依賴之人，舉薦她照顧八子，誰知她竟包藏禍心，奴婢有罪。臣用人视察，請大王責罰。好了，念你們二人昨日救護芈月和王兒有功，算你們功過相抵吧。謝大王開恩。寡人還有一事要問你們兩人。王后那安神丸是怎麼回事？王后用的安神丸是楚國南蠻之地的秘方，對此藥，女醫治應當更清楚些。這種秘藥的確有迅速催眠、令人昏睡不醒的功效，但長期服用卻是傷身的。想來王后本人可能並不知情。好了，你們下去吧。是。你以為如何？大王不必問老奴，依老奴看，大王心中早已有數。戴瑁是王后心腹之人，那爱姑又是被戴瑁指使。寡人寧可相信王后並沒有害人之心。王后若被蒙在鼓裡，那安神丸定是戴瑁為了自己主子開脫的手段。大王說的甚是。可惜那愛姑還沒有抓到。大王儘管放心，既然已經全城通緝，他跑不到哪兒去的。不管怎樣，兇犯是王後的人，王后仍有失察之過。都2天2夜了，就這麼昏睡不醒，可怎麼是好啊？太醫說了，夫人生產時太辛苦，力氣已經用光了。小公子和夫人能活下來，全憑運氣。可憐的月兒，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。月兒，月兒。让奶娘把小公子抱来。月兒，你總算醒了，你都睡了2天2夜了，嚇死我了。大王，大王每日都来，還有王後，其他嬪妃啊，也不時派人過來打探，還送來了禮物。樊長史還送來了一套小被褥給小公子。那針線好精巧，八子，你看，男孩。男孩好，男孩真好。男孩以後就不用做印了，可以自己征軍功、領封地，自由自在地活着，不用像你娘親和你外祖母一樣。
王后，聽說愛姑姑被抓了，關進了永巷，還沒用刑就什麼都招了。她說這一切都是玳瑁姑姑謀劃的，玳瑁姑姑要她下藥害羋月和羋月肚子裡的孩子，為此給了她許多財物，還許給她在楚國的家人很多好處。姑姑好糊塗。大王看了口供，雷霆震怒，說什麼？大王說，你說吧，我受得住。大王說，玳瑁姑姑惡疾禍淫，所以要被梟首示眾。你是说，玳瑁姑姑要死了？她的頭要被挂在宫墙上。是。我要去救姑姑，一切祸事因我而起，姑姑生死攸关，我要去救她。王后，可是大王已经下旨，眼下誰都救不了姑姑了。不，有一个人可以，只要他肯说话，一定可以救得了姑姑。八子，王后来了。姐姐，你们都出去，我与妹妹有話說。出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坐下說話。妹妹，姐姐，你這是做什麼？玳瑁姑姑以身試法，的確該罰該殺，但她自幼照料姐姐，與姐姐情同母女，姐姐不忍看她身首異處。只要妹妹